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哦，将台股创史上上济一日，今仔一块开盘又搁下落底哦，收盘是收伫18000多点，是772点哦，台积电上价是到797块。依照证交所的规定哦，今仔是有1702间涨落定的股票，今仔平盘禁止做空哦。今仔新台币换美金哦嘛大起，盘中是起到32块。台股8日是规片青顺顺，落超过2000点，落的幅度有到9.7%。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表示，像伫8日开市进前，金管会紧急提出有关用管保证金的趴数到130%等等的限空令，目前已经看到相关的效果。市场也是真关注台股当时的转好。跟台湾高度联动的纳斯达克跟那个费半也都已经止稳，而且有小幅的上扬。今天早盘的日股也已经稳定好，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提振台股的信心。根据证交所甲柜买中心清点，初七半定上市柜的股票有1702档，初八会受到禁止平盘下放空管制措施的限制，因为美国四大指数初七有起有落，台股初八早盘就直落，盘中捌落到19000点以下，落超过1000点。宽宏台积电盘中上价捌到810块，落38块。也若国安基金当时的入场，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，到目前为止无意识入场。只要扩量，其实买卖盘可以进行所谓的一个撮合的话，可以成交的话，我想对于短线上台股的部分其实是正面的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其实这个地方的台股在今天的扩量换手完之后，其实指数在未来这一段时间，其实应该会是相对比较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的。另外汇率的部分，新台币换美金，受到中央银行提出准备好势外币流动性等等四大稳定汇率的措施，也搁有美金有落，台币换美金初八搁一摆出现升落搁起的走势，盘中捌出现32块的情形。我认为新台币确实接下来开始是走一个平稳的盘整格局，机会比较大。区间的话，你可以先抓33到33.25这个区间先整理一下。那如果台股能够回稳的话，那接下来台币也有回头去回到大概接近32.7左右的机会。分析师认为讲，因为美国对顶关税会伫拜三来实施，各国若是会当得到甲美国谈判的空间，降低关税的冲击，北面嘛会当减少汇率波动的压力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